一代鬼才金國亮最近俾人發現佢疑似患上失智症，仲要係俾警方帶去將軍澳警署，再轉送去醫院。金國亮近年嚟就只係同佢位建築師密友 Alex 相依為命。最近期亮相應該係喺風林火山嘅演出，做一位周旋黑白兩道嘅接頭人巨輝，俾人讚佢原來咁好戲，梗係啦。金山一出道係做演員先㗎嘛，呢位叱咤一時嘅鬼才竟然患上失智症，真係令人唏噓啊！講到金國亮，點可以唔提嘟姐鄭裕玲？1979年佢監製《過埠新娘》嗰陣，同嘟姐撻着，金童玉女拍拖10年仲同埋居，成個圈都以為佢哋會拉埋天窗。當年佢哋真係襯到絕，一個係金牌監製，一個係當家花旦，出雙入對，羨煞旁人。點知1990年分手，竟然演變成全城矚目嘅羅生門。金山首先爆料話嘟姐因為宗教信仰堅持拒絕婚前性行為，搞到10年嚟有愛冇性。你估嘟姐點回應？佢反擊仲狠，暗示金山對女性根本冇興趣。哇！呢單嘢當年真係轟動全城，兩個曾經相愛嘅人竟然要互揭瘡疤。之後金山身邊就換上同性好友，自此之後兩人就真係各行各路。金國亮細個移居澳門讀粵華中學，你估佢同邊個做同學？就係澳門第一任特首何厚鏵。兩個細路哥一齊玩一齊大，一個後嚟成為特首，一個就成為電視教父。呢間粵華睇嚟有啲料到。佢19歲就去加拿大升學，1972年攞到溫莎大學經濟學系學士，之後返香港考入無線第一屆藝員訓練班，從此就同電視圈結下不解之緣。其實讀經濟嘅佢本來就可以有更好嘅出路，但係就為咗理想投身演藝圈。佢喺訓練班時期已經好叻，導師劉芳剛睇中佢，叫佢幫手翻譯警察案件檔案，再寫成劇本。所以佢仲未畢業就已經開始做編劇，仲賺得比同學多。呢個就係金國亮與別不同嘅起點。佢曾經講笑話自己好似車衣女工，由朝到晚不停寫，試過成個星期翡翠台所有節目文字都係出自佢手筆。所以話天才都要遇到伯樂。如果唔係劉芳剛當年俾機會，可能我哋就冇機會見到金國亮後嚟咁多嘅精彩作品。雖然佢俾人封做鬼才，但都有滑鐵盧嘅時候。輸得最金一定係輪流轉啦。呢套劇當年真係大卡士，有鄭裕玲、李司棋、黃韻詩、鄭少秋、陳百強，係 TVB 用嚟對抗麗的大地恩情嘅重頭戲。原本係想用史詩式手法記錄香港變遷，野心好大。但係你知唔知金山當時有幾瘋狂？2層樓報警要整部真電梯，又要還原真公展會、真泳棚。最誇張係拍攝影展覽嗰陣，美術部竟然真係揾到20幾張同一個作者嘅沙龍相，呢啲全部都係錢同時間，仲要係邊寫邊拍。結果點？創作太自由，前幾集已經大失預算，後面嘅劇本仲係無底洞，最後收視唔夠大地恩情打，成為無線史上第一套被腰斬嘅劇集。輪流轉雖然衰咗，但佢之後憑執到寶散翻靚個招牌。呢套劇點嚟？就係輪流轉被腰斬之後，佢嘅恩師劉天賜當時係 TVB 高層，為咗安撫佢，做埋清水灣片場俾佢拍嘅補償之作，仲要係條件任開，想用咩人都得。呢個待遇真係前所未有。最神奇係咩？9月8日斬輪流轉，9月29日就播執到寶，前後唔夠3個禮拜，仲要係一套咁高質素嘅劇。你話係咪奇蹟？仲要係邊拍邊播，金山同王家衛、林奕華3個圍住拜神台寫劇本，真係搏到盡啊！仲有更神奇嘅係，金山點名要劉克宣演出，劉克宣個仔就係喺大地恩情做主角嘅劉志榮啊！老豆個當對家，諗都唔敢諗。但結果劉志榮好支持老豆接呢個 job，話唔好因為自己而令爸爸失去好機會。呢種父子情真係睇見到感動。劉克宣後嚟演個消防員老爺，真係入型入格，成為經典。套劇講咩？一間就快拆嘅舊樓，住咗劉克宣一家，原來全家都係鬼，但佢哋自己唔知。直到新抱黃韻詩搬入嚟，成日鬧老爺當工人，又同姑仔歐陽佩珊嗌交，先慢慢揭開呢個秘密。個設定已經贏在起跑線。黃韻詩演個惡家嫂真係一絕，蝦老爺鬧老公，連部電視機都要收埋房，唔俾叔仔金國亮睇。但佢俾妹仔鬼上身嗰陣，又要擔水洗衫煮飯，反差大到觀眾笑到肚痛。佢後嚟話：我從來冇爆肚，全部對白都係跟足劇本，用最快速度讀出嚟。仲要係金山專登為佢度身訂造，因為知佢做到。拍攝過程仲瘋狂，金山同2個助導
冇錯，就係王家衛同林奕華一日圍住拜神台寫劇本。有次佢哋寫緊稿，抬頭望電視，竟然見到今朝早先寫嘅對白已經喺度播緊，真係今朝寫今晚出街，癲唔癲？仲要係林子祥初拍劇唔識讀對白，成日將你唔中意我噶啦讀成你唔中意我噶啦，要金山逐隻字交。仲有場戲，金山要同陳琪琪拍汽水廣告，佢攰到喺張布滿假血跡、惹滿烏蠅嘅榻榻米一瞓就3個鐘，工作人員叫極都唔醒。後嚟佢話：以後有人問我最珍惜乜嘢，我一定答係嗰3個鐘。後生可以瞓到咁死，大個就唔得啦。呢種拼搏精神，而家真係買少見少。執到寶成功在咩？就係將黑色幽默玩到極致，人鬼之間嘅溫情，加上黃韻詩、劉克宣、馮淬帆、歐陽佩珊嘅神級演出，成為港劇經典。可惜而家無線重拍，完全掌握唔到嗰種神髓，真係睇見都可惜。金生講得啱，如果唔明原本套劇想講咩，拍嚟都係嘥氣。金生對而家嘅電視創作有咩睇法？前幾年佢接受過傳媒訪問，一錘定音，就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即係話問題出自管理層，唔可以淨係怪編劇。佢覺得而家啲編劇唔係一出世就唔識寫劇，而係細路哥一定係跟你落攬落得多先至識賭錢，即係話上面嘅人本身有問題，點教到好嘅下一代出嚟？講到而家嘅劇集成日話要加高潮位留住觀眾，金生有另一套見解，唔係因為要有高潮而調翻轉頭寫，唔係本末倒置。佢引用苗僑偉講過嘅例子，有次開工都唔知點解開到嗰個晚，出到門口又俾人襲擊，一陣間又俾人推落樓，人哋睇到嗰度已經孖叉啦，好多嘢都唔合情理。佢好懷念70、80年代電視台嘅管治方式，當年梁淑儀一方面可以有王晶，一方面有譚家明、許鞍華、嚴浩，夾硬拉埋金國亮落去，佢因材而用，係咪咁先至係波啊？而家就自己諗自己，希望好似你賭舞咁。即係話，當年管理層識得發揮唔同人才嘅特長，而家就一味倒模。仲有個重點係，而家係創作人睇嘅、學嘅都係倒模作品，點可能會有新意？佢哋細個睇啲電視劇都係咁，寫出嚟啲嘢咪係咁咯。你話以前嗰啲點好，但佢哋冇睇過，又點知你講乜？所以真係要揾清楚真正兇手係邊個。講到當年點解可以百花齊放，佢話關鍵在於管理層肯放手，10隻手指有長短。係咪一套方法個個都可以容納？佢因材而用，係咪咁先至係波啊？而家成日話創作自由，但金生覺得問題唔在於有冇自由，而在於有冇人識得用呢個自由。佢仲提醒後生仔，如果要我鼓勵而家嘅人，就係你有冇揸住你自己擁有嘅嘢做到最好。呢樣嘢就真係要問心無愧先得，就唔好賴，又賴觀眾，又賴世界，又賴老細啊！賴嚟做乜？呢句真係當頭棒喝。後佢講咗句好深刻嘅說話，任何樂趣都係自己帶俾自己，唔好再寄望話係咪有人栽培你，或者係唔係有人俾一個自由度你發揮。呢個就係金國亮，永遠靠自己，永遠向前看。佢嘅創作哲學真係值得而家每個創作人好好學習。金國亮講過，創作就係要揸住自己擁有嘅嘢做到最好，唔好成日賴三賴四。呢份精神，無論過多幾多年都唔會過時。金生保重，希望你早日康復。